係啊，各位聽眾，佢真係歡迎人對嚟收聽，邊啲好嘅節目。這個禮拜就是咱今年頭一個2026年頭一個一對一嘅特別嘉賓，其實是2025是會錄嘅，特別錄唔成，因為我老細，咱無命都在做節目。我有以來我學到客棧位，我講我迄個20周年無論到了誒，就尾到底係邊個錄音解拍曲錄2-3集，乜咧在？老細我未打鼾 cancel 嘅，我一頭困到早起唔要緊。當咧特別嘉賓是裝咧，人家啊看到大刀噶啦，再講這個是人嘅大小姐微微娃娃啦，歡迎微微娃娃。等陣未記開你麥來講句。Hello， 大家好。哇，隻久無來邊咧福建了喎。Hello，特別我有聽啦，是講我冇參講嘅咯。哦，當今日阿媽咱錄音啊，夠人看，你知哦。咱有人看，就人看，人咁樣寫到啲節嚟講是啥咩咧？咱問，哎呀，但係我是做啲 YouTube 呢嗬，我冇做啲 Facebook。有啊 ，Facebook 有嗎 ？I think。安尼早就有人聽咧啦。有啊 ，Facebook 有。看到 Facebook 有一個人 ，YouTube 有兩個人。我原來是你攞你聽啊！安尼幫咩三 K 就自己嚟聽呢？等陣我俾講笑誒，即個聽眾就是哎呦唔知名 KS 抓感謝你嘅提言KS 抓感謝你提言，冇個收到你嘅即個提言，感謝 KS 抓，這是幾個啊？但係錄音是6個。還是6個啊？唔知再7個，我笑呀，唔要緊啊！這個呢，這個人嘅特別嘉賓呢，嗬是這人就是叫我 interview 你嘛，叫我訪問你嘛。哦，是咩？然後我會再講啦，等陣安陣做咩？人哋 matching 嘅衫嘅都冇講，人穿長衫，人落嚟長衫，人落嚟長衫嘅，人 pose 呢，人像人係即。你做咩？另外一邊咧，成個人踢下掉呢。但，喂，等我俾瞧喂，等我瞧喂，這個我給 take a screenshot 來，安尼。這邊，得咯啊，你講。靠我玩咯喎！靠我，你這邊另外這邊，好，可以看回到看 match。OK， 來，咱來拍曲了。當今時看個人看，個腦人看，個另外一人困去。我被訪問你咯，來，咱講起微微娃娃嘅事，叮當細漢嘅微微娃娃是安怎款嘅？我被再看，你知人嘅哇！Love both your shit 喎，食香港，感謝食香。哇，食香你到去看，一直是到底得咯啊？食香，你做到咯？對你看咧暗，等陣我個 distraction 啫，我特別夾邊個 distraction，你就是請起來。我有啲小怕，我聽未掉 noise cancellation 就好。OK， 這是咱新正 special， 新正 special 一對一的新正 special。來，你講你細漢的微微娃娃是安尼啊？安怎款的？上個你當今的微微娃娃？較散 I think 你散散的好定多散是？last time 係43嘅，last time 係43嘅，因為我有。我4年級嘛時候有得真正嚴重嘅厭食症，就是講唔愛食物件嘅。你一看到物件咧，你就愛咬咧，記憶愛咬。你是蝦米？你唔知安怎會得安尼款嘅，還是有人講你係啥物？唔是，伊是doctor 有成講有。because 我有去看 doctor 嘛，就係講我mother 有帶我去看 doctor 嘛，咧 doctor 是講有可能啦，嗰陣時是我4年級嘅時候是我媽過身，所以我 before that 嘅時候，我媽對我是真正保護的嘛。
所以真親嘅伊真啦， close 真親嘅。然後 suddenly he pass away 啊，所以變做出來成個減掉一個小女嘅人就，然後我上拜是我4年級啦，有當時我媽伊個是 feed 我食嘅就，飼你食飯個，對，所以你 suddenly 一個人無地去了即有可能是無關係。無關係噻，because 食飯嗰時是有人飼，然後不如變做無人了，然後然後我講咧，嗰時較惡淡薄嘅，所以較有威嚴淡薄嘅，較惡淡薄嘅，所以伊本無伊袂講安尼成語本啦，所以然後所以就是安尼看到就有可能是安尼看了就厭食症咯。另外厭食症是一看到物件食的物件，特別愛看的喎。有當時你一下你感覺就講你暑假成日講煎蛋啊，然後燒肉啊，安尼款的物件，你個會食？我個會食，然後酸甜的物件，成日講無胡煮tomato sauce 鹹酸甜啊，你看你喺你酸辣誒，你看你個 OK 咯。下面叫做你記哩，食飯哦。飯做你記哩啊 ，baby 實你實攞級啊，是，你是會有可能是，我未打閒咯，我未打閒講成日講因為是真嚴重，按照你嘅風險，你是 after 過咗你媽死了是，你風險成個未食起來，看到物件愛咬呢，唔係一樣小拍。sorry 唔是我愛除我後背，我開我後背個大聲聽你叫你講。OK 嚇，咪 OK 要嚇，了是你是你過了嗎？過先過嘅是你是風險無咩食去，還是慢了過啊幾禮拜啊咁慢然後伊就超來超嚴重，然後尤其是成日講出去陌生嘅位啦，成日講咱無識嘅位咧我看到飯啊，看到菜啊然後我就愛咬咧喎。伊是一個心理嘅，伊唔是真愛咬，特別伊上個愛咬呢。你變做食飯點先是你未食未落啊？食對，對。所以暫時我真正散嘅。特別 before 你先至結嘅時咧，你還是你想做細漢嘅時，1歲、2歲、3歲、4歲咧，嗰陣時你是本是散嘅時，譬如話是落破糖啦呢？本是散嘅啊。然後還是你咪是散掉了，風險未食起，變咗個散了，所以處理可能講咗。對，然後接落去我就點巴肚袂好食啊！伊成行嘛，because 無食嘛，無食咪成行了就硬是真有行咧，你食物件時咧，硬是咬出來咯。所以你未食個成行了是食掉個咬。對，然後我 from 1 from 2 from 3是點去 hospital 嘅。就係入 hospital because 咬แล้ว拔刀唔是假，伊是轉只痛 cramp 你講只痛，แล้ว so 就要去 hospital แล้ว就入去 hospital 嘅咯，แล้ว就冇去學堂嘅咯，你講咯。所以你所以你會食物件，你即係我就講淡薄歷史，淡薄你像你對食物件，咱 OK，他 reverse 呢個，你細漢時你到底出事？到708就是我咪攞大條嘅位咯，上嗰邊咧白海。一定地方去食咧，落嘅咪是碗咯，708就食落。但係冇來嚇。其實定要做啲戲去拍就唔件事啊，都冇技巧咯，唔使。冇，我做緊嘛，你叫我賣出嚟嘛。我就是叫你賣出來，分咗佢老細。
對，你無來，對，你破病，你哈冇你個條金，你話條金我該買嚟嘅，講就我對貴係嘛？แล้วโอเค對所以係時候我你會啦，即你到底在零八出事，你出事時你決定緊咗？我嘅頂 OK 咯你成個有大嘅講碼咯，聽你講，我ต่อกับว่ากองกับว่าม้าแล้วแล้ว你爸爸做อื工做啊？ม還是ว่าแต่บุ攞爸爸甲做กัง你講碼做一大？本是做隻大你講碼是得一間你爸嘛？爸爸還是你媽？ว่า爸爸？ว่าปลายว่าปลายว่าปลา哦，你เป็น嚟แล้ว碼嚟講，ว่าม้าแล้วว่ากว่ากองกว่าม้า本是แกะกุยเจียวเกในคน哦，เนี่ยกิน就我呢กินเนี่ย本本，เนี่ยจะว่า哦。เดียว哦，了，OK，即了你成話安怎出來啊？安怎嘅家庭有做，淨係講你招呼啦，你細漢嘅時安怎？ว่าเจ้าพูด是真正普通เพราะทอง是講ว่าปลายค่ะออกกัมพูแล้วว่าปลา咧หออีสิ有參加咧學社會啊แล้ว哦後生嘅時參加學社會啊แล้ว到伊 around 20 something อันนี้款嘅事咧伊就參加佢哋跳檔嘅啦哦，當แล้ว機就啱ต่าง未啦？ขี่檔咯แล้ว哦，你爸是當機嘅嗬？哦，I mean 講伊是 part time 啦，part time。你 part 平 time，時做咩所以呢？伊做工做電器成日講修理電機。redifusion 啊，冇，伊是做 management 嘅，成日哦，講redifusion，แล้วก็有 last time 有一個叫做耀漢嘅嚇我知公司，嚇，本是賣，到底咁特別伊是打明嘅？賣，冇，伊是賣電器嘅。哦，唔是你咁打係一個有限啊？休閒是唔是，哦，OK。伊本是一個休閒，特別伊是賣電器嘅了，啊，新兒咯，哦，你是新兒，做咩？自己啫，你是做咩？你是做咩？其實，伊是做 manager 咯，成店頭嘅 manager 啊，還是哦，所以成 sales 嘅 manager 啊， I see，特別是電器店嘅經嗯理啦，做電器店嗯經理啦。哦， ，so 伊是講伊嘅脾氣，because 伊參加呢款嘅物件，特別我爸吼設置落來是真正歹勢地咧，然哦，後แล้ว我就可以活佢只隻刀咯。你一個驚？伊活是唔嘢是活嘅嚇，佢就講一個囝咧，特別係活嘅半死嘅嚇，一嘢迄個，一嘢迄個有一個last time 嘅時啊，有一支笛，安尼款嘅物件咧，吼，咧後尾有一個無啦嘅，咧人是叫來哦，拍拍架隻隻骨嘅哈哈，伊唔是叫迄個無啦來活話，伊叫伊後尾。呢隻電嘅咧嚇。活落去啊吼，แล้วว่าไอ้กี่ว่า2年級嘛時就2年級或者3年級嘛時，แล้วว่า就拖我狗去海浪幫曬啊，你看啦，去 garden 嘅位啊，แล้ว一直直叫我咯就，แล้ว我冇聽到 because 我喺外口嘛，แล้ว我一入到門啊吼。無講啥物物件，一下來呢就掃落去啊！我驚咧跌過安尼款嘅物件，迄個拍隻迄個，哇！拍掃落去啊！嗬，應該是著我嘅神經線啊，是安尼啊！嗬，我 suddenly 是規個人嗬，規個人是倒落去啊！嚇，著，伊袂起來去，伊袂起。了嘛，嚇掉你吧。嗰陣時就嚇到伊咯。冇啦，好彩嗰陣時我媽個地個嘛，แล้ว我媽就妹妹阻止伊咯。哦。你看到แล้ว in the end 是攰แล้ว甲慢慢會白起來咯，แล้ว烏青咯，烏青嗰隻大膽就。哦。แล้ว就少嗰陣時嗰一刀是伊拍แล้ว較大力嘅啦，較嚴重嘅。แล้ว其他嘅事咧，嗬，就是冇得驚，驚風機
做路啊，你講啊，嗯，你就掃路者啊，伊唔是講喲，做路啦，伊是那個哈，掃路者啊，你講啊，แล้ว哦，路不是會停的嘛，佢就是記那呢嘛嗯，，so tapi ว่าโอเคอ่ะ in the end in the end ว่าเขาให้ไป感情是真正好，แล้ว tapi อีกว่า from five 是一八十位啊。嗯，อันนี้ความรู้สิ講你小，細漢啊時，伊較無咪會曉 control แล้ว會較慘淡薄啦。tapi 我人嘅關係嗬，是到伊有一道是伊事業嗰就無工无做，讲哈，然後伊差唔多是半年嘅點時啊，你是到厝完全是無工做嘅，你所以 that moment 嗬，我啊，就點甲伊講話，แล้ว甲伊 佢接 sharing 觸咗較濟啦，แล้ว頂到做工啊，甲接冇對咪有機會做這對下啊，對對，所以佢暫時呢就變做會較感情會較深淡薄啦，哦，你看咯，還是你幾歲？伊幾歲咧？哇，嗰陣時我應該是 start 讀中學咯哦， ，from one from two 嘅你講啦，嗯，放one 嗯，放 two 嘅時啊，你爸是幾歲？你爸幾歲？你放one放 two 嘅時，你爸是幾歲？30三幾歲。歲咯，一歸先嗰時是13歲了嘛，哦，你少年。即係少年了，確定嘅袂確定嘅袂你我要再講，你會小學嘅時，kindergarten 小學嘅時，你毋是甲你厝內人啦，你朋友你是參住啊？啫，參加我係特別出邊嘅朋友咯，去做牛屎，掂先正是然後咧，對，夾然後咧，炮插到啲牛屎位然後咧，他們打地雷公查啲牛屎會啪，佢哋打佢哋佢哋 打蚊屎 playground 嘅啦，啊，佢哋 skating ring 嘅แล้ว啊，哇，一點咩？嗰陣時嗬，特別我同你講，我細漢嘅時嗬，真正我嘅 life 啊嗬，because 我自己一人嚟嘛，我是獨生子嚟嘛，所以我成我是真正。按照講啊，真正 boring 啊，真你家己閒咯，真去找物正件做，家己 invent，家己嚇，然後我就點愛去咱隔壁厝邊嘅厝嘅，你知道？because 佢係找到朋友講話啊、拍拖啊、咧佚佗啊，然後嘛安尼就點罵了係咯，你無厝嘅啊，你佢只點規家，你是無厝通大鄉，你只頭搬去啦，就到條罵。然後嗰個就是我嘅厝誒。阿妹嗬是海南人本來嘅，所以 that's why 我人甲會較親淡薄。哦，你是講家咁樣特你別是海南人嘛，然啊，後伊嘅 family 本是海南人嘛，แล้ว所以แล้ว伊囝個較濟淡薄，伊有兩個查甫甲一個查某，所以會聲跟你差唔多像哦，大我 around 有誒大我2歲，有誒大我3歲，有誒有影是比我較大啦5、6歲嘅款啦，比我人是佚佗咯，แล้ว你ยังจะต่อไป去成日笑你就嚟做嘢，一定參樣規定啊，可能去處事。แล้ว我去伊厝吼，伊囝吼是會使帶我去伊房間啊，แล้ว我人去房間嘅位啊，對，我會使去困伊門床啦，吼講話拍殼啊，甲伊 sister 啊，伊即個 brother 個了啊，是安尼款嘅咯，แล้ว迄邊呢，吼就是一個互我無安尼孤單咯，對。你一個囝了，孤單。了你家己一個囝嘅事，所以你特別去找你隔壁厝邊人來成日當做有伴佚佗啊，看哪。了你甲你後尾厝嘅你海南人家庭都較熟啦，แล้ว當你就一家人咁出去。較親淡薄。你時你嘅厝內嘛有多厝啊，還是嘛有做工哦？我爸我媽甲咱做工誒。哦，所以你爸媽做工，所以話你你想看吼，แล้ว我4年級嗰時我媽過身嘛，所以嘛剩我啊，我講嘅咯下晡嗰時，你知你講嗰較嚴，แล้ว我講嗰時
伊下晡也困呢，แล้วผมมีแกโจ 困呢，ฮะ有物件做嘛也困嘛，แล้ว過後時around 下晡嘅點聲呢，我就走去我 friend 嘅厝，ซื้อเลยเอาไว้ให้จริง攰嘅咯，แล้ว特別咪學我抹裂掉啊，抹裂掉嚟講呢，學一定條命แต่พี่咯，做更唔制啊，你冇計講都唔制啊。แล้วลูกเอาตังกันจ้านี่ลูกทัดแชร์สิลูกเก่าทัดแชร์ก้าไพ่สิอาจารย์จ้า冇啊，只笨蛋嘅，我只笨蛋嘅，แล้วแต่所以我跟你講啊嘛，last time 嘅時候，人做節目時，我有教我 student 講。你人吼免騙我講啊，你安怎啦？即個車無佇啦，即個蝦米物件啦，蝦米理由啦？我甲 student 講嘛，我講吼，你即個招啦，吼，我細漢就是用過㗎了，所以你免鬧啊，我知，你看咯，對啊，你知我笨蛋吼，會笨蛋甲真嚴重嘅，我嘛รู้我本是笨蛋嘅。有嘅工課我有心愛做啊，是我做，แล้ว若是講我笨蛋起來，若是我就下掉我冇去做啊。แล้วทัดแชร์本身นะคะน่าจะ笨蛋แล้วลูกกับลูก先生關係點樣呢？我讀冊吼，較無相嘅喎，我讀冊嘅時吼，我會家己教家己嘅。我到 school 嘅位吼，我 observe 佢哋 teacher 講嘅物件，แล้ว吼，แล้ว我對厝嘅時候，我講過嘅一擺。所以你教你是講嘅囡仔啦，是笨蛋嘅，冇興趣。so 成日講我 chemistry 啊 science 啊之類嘅了啊，我有較有興趣嘅啊，是 Java 啊咩啊，所以我對家厝那時候，我會學佢哋 teacher 吼，到佢哋我有買一個白板啊，吼，一個白板啊，แล้ว伊講過伊畫過物件吼，我會對了伊畫了家己啲 explain 安尼款下，即係頭像 teacher 講過物件啦，吼，แล้ว講安尼款咯，แล้ว家己是講，所以嘛變做家己是一個先生安尼款咯，家己教就對家己咯，就嚇。true before 咯，成個 end 即係 reenact 嘅你先生做物件嚇，特別你是做是當做成個鐵頭家，還是你會成個？冇啊，我而家是重溫會，而家是一個嘛重溫啊。哇！特別是佢記，特別是隻強喎，你佢哋。That means 講下面就你是模仿到對佢哋 teacher 講過嘅物件㗎了。replay 那款啊，人生replay 啦，你家己做，你家己是喺你先生咯。但所以我話你安怎會做先生呢？因為我成日 end 家己 end 先生嘛。你啲 end 啊，家己 end 先生嘛嚇，你講啊。你rasa 到細漢嘅時，你 rasa 成日講，你個人無像我去班嘅時，像有個人成日你 feel 到講你嘅片啊，還是你嘅 character 啊，都是無像咧，甲別人，啊，就你有嘛？我看女模，女模係成我本上嚇，แล้ว人成查亂你啊，創地你啊，bully你啊，哎呦，謝咯，是啊，按照 bully 講啊。小學時嘅時候，係咪阿本啊、辣椒啊之類嘅了，咪真咋？阿本我知啊，common 嘅嚇，報曉對啊，嚇報曉啊，你講啲物件啊，幫單啊，แล้ว你安怎？咪是真普通嘅物件。特別你安怎？係咪咧？你人講你嚟講，你會 feel 到成講傷到你啊，還是你買插伊啊？成咗你安怎對付人 ？Last time 咪是。last time 是我較無，我本未學講哦，我無講特別上心啊，你講無喎。แล้ว有個人會成日講，哎呦，可能講着了啊，成個伊會真傷啊，你講我又未講真正傷哦，我接受講我家己是安尼款嘅人咯。是講 of course。講到時是未熟啦，แล้ว特別我本未講直未熟嘅變做一個陰影啊，แล้ว影響到你話有個人會影響咧愛自殺啊，แล้ว未接受家己啊，你有當時看了哦，看到安尼款嘅 case 啊，我會感覺就講下是唔是
有的人 maybe 伊 reaction 會較大淡薄咯，上個特別對我來講，我無上大 reaction 咯，我未講講，哎呦我愛死啊，我安怎我甲安尼坎坷啊，你講嘅物件我無想過喎，我無想過。你無想講去改你家己是改變你家己無啊，你是家己接受你家己是講人創啲有啦，有想過本啦，特別安怎講下？特別賣就是賣啦，係嘛？你安怎？特別係是你細漢嘅時，你會曉呢物件咩？細漢時，就講你一年級到六年級嘅時，你去學堂，我會記我細漢人都創啲話講啊，搬啊，係咪物件查某型啊，講咧，我細漢時開始我特別曉搬行過，一年級二年級，然後你去學堂啦，人一搭步驚，然後就講啊，查某型啊咩？無一二年級、三年級安尼，個無安尼個喎，個無安尼濟人講咯就，5、6年級時間對5、6年級起人就講咯，because 伊人本 mature 啦嘛，伊人較 mature 啦，所以伊人會分別講伊安怎伊安尼女寶嘅啊，反正對下咧，伊人就會講嘅咯，咧伊人本學着安尼款嘅 term 小啊，伊人嘛講咯，你係同班同學，特別我嘅同班同學嗬，查甫會講話咯，查某袂講話。查某就較較你練，查某會較保護你嘅，所以成日講嗬，查甫講話嘅時候咧，查某會去罵人嘅，嚇安尼款。所以我讀 class 嘅位咧嗬，我未 feel 到講真正坎坷 ，because 查某迄一班嘅人咧嗬，伊本是真正保護我啦，因為我就是散散了食食嘅嘛，冇安尼肥個嘛，嚇，แล้ว伊人真保護我嘅，แล้ว有嘅達到咧，喙講เนี่ย特別呢後邊伊攞樹又鬥卡手啊，英文是，又講我輸比賽แล้ว嚇，แล้ว我就激心一啲考啊。แล้ว有嘅達波伊人會過來咧嗬，會成日講拍你肩膀啊，嚇嚟講咧，所以我無講我小學嘅生涯裏邊啦嗬，你所以我無安尼凄慘就是嚟講咯，你明白？我無安尼凄慘。特別你個記憶成日講，因為我無，因為我嘅經驗無像因為因為我有即個宗教嘅影響就。我人 Christian 嘛，所以細漢啊，我都聽到人講，你特別是查甫是咪查甫咧，你成個啊，你若是講你無甲了無像，若是講你查甫無是甲查甫，就是講你是怪啊 ，something wrong 嘅，你看你有安尼款嘅background 呢，講上查甫型就是無好呢。有啊，你周圍嘅人嘛是安尼講嘅。出來你包呢？because of religion 嘅，有啦，真係冇。尤其是長人啊，長人查甫看咗查甫型嘅咩咯？對，你乜嗰時個畫 makeup 呢？陣時，你叫你買 makeup 嚟學校，係啦，叫你買 makeup 嚟佚佗呢嚇。所以嘛本是有名話，有幾拿刀啊，我看到嗰陣本是有名。你有成個吹轉切咧是特別吹轉個硬咧是掠條路。對啊，有啦，就是啦，แล้ว that's why 嗬，特別我家己是接受，我家己是安尼，所以我無講。你就 confident 啊，你無像我那款成日定到時我佢一站些時我是念經去即是念經是念講好啊，變咗十八人呢。所以係你他時嘅時我無想講拿啥只積啊本，我是想講哦，冇特別你嗰陣時是中學㗎，係咪？中學嚇。差唔多。特別中學即你應該知你個記之類啦嘛。我知，特別我是希望講，我就是念經念較倔淡薄，伊天講嘅話就變做我 straight 去。所以人哋人講，你有心曉，你念經都會誒。了念乜啲真理都袂咩，所以你特別我係咧是，所以你無那款嘅。會無等講直直被改，你搞個一站啊，你 figure out 你這是你個其實呢，你都無去執啊。
有當時會講是調工較 man 淡薄，還是啊，講調工愛講較淡薄款淡薄，你哦，本是定叫有嘅啦，because 安怎問好，你 sometimes 你到中學嘅時候，我到中學嘅時候，我本是少有人 bully 嘅，你知哦啊，，because 你在讀中學是個較死嘅，because 伊人。黑社會嘅啦，學社會嘅啊，伊人甲了到學堂內面啊嘛，你看到玫瑰目也是伊就罵你咧喎，啊，冇所以一項拍路，物件就是講呢，一項物件就是講呢，我真正骨力讀冊是 啊，because 特別我骨力讀冊，特別呢我是真正笨蛋做 homework。哦，OK，所以你講我無做 homework，特別我考冊你是會佢考好嘅，真係搞嘅，啊，你咪無無無無去做功講正教，課呢？無講正教，特別你未 無 fail 啊，講正教。你會寫桂冠呐，對，佢咧有 credit，特別呢，我功課是真濟是無夠嘅，你看嚇，嗯，所以嗰陣時候我真正骨力讀冊吼，就是為咗特別熱頭一班，because 我是讀番那學嘛，哦番哦，那學嘛，所以番那學吼，你讀也無嘢啦，就是甲了，就是係十成，你貴甲了，三啊，星啊，即個甲了，所以一項物件是會互你會較貴咧，會較舒服嘅咧，就是講你特別去即個頭前班，嗯所以我硬死大入頭一班咯，咧逐年特別 maintain 我家己到頭一班咯，嗯嚇，所以就是 because of 安尼款，所以我 from two start 我就無參到也無嘢了。嗯 because it is school 有分班嘅嗯，，so 我是讀頭一班嘅，我是頭一班嘅囡仔，so 甲了我 environment 吼就是甲了好好嘅行甲了嘛，好行甲了嘛，咱嘛貴嘅，免去嚇，免去參加即個歹行甲了咯，啊對無？，OK，啊，你成日看安尼咯，那個 特別逼家 motivation 己啦，是，所以 that's 哦，why 吼，我到中學吼，我本無講真正起參本，because 我係身邊嘅甲了是怪驚甲了嘅。嗯嚇，我差唔多㗎啦，是怪其他頭一班嘅囡仔㗎啦，所以有陣時是講到經典嘅位啊，嗯，佢哋人會嚟做路啊、講冷路啊，路哈，你講嘛人咯，咁嘛害人去講咯。特別講緊 in the end 啊是話一個新嘅校長來吼，伊人家咧就踢出去啊。哦嚇咧學社會嘅啊、派死嘅啊，佢哋哦，話就佢哋就踢出去 bounce 過啦，所以哈，變咗我喂你 教到我 form four environment form five some 時嗬，OK 我 去，environment 冇咧掉，冇人哋款哦嚟見啦個了，冇一個派件個了，哦哦哦，所以我就感覺就講，誒，其實是成日講有人問到對於我，成日攞人哋款問到對於我嗬，我嗯想起來嗬，嗯應該是冇真正凄慘啊，成日講可能欺負啊，安尼款嘅之類咯，嗰陣時，所以嗯算咗是真正幸福啊啦，嗯，嗯。แล้ว你會教家小學時去甲中學時，of course 去中學時 maybe 會較艱苦淡薄，特別情形過你頭頂往後頂咩，變做成較好去。嗯了特別嗯還是甲中學時，你有成個成個拄着成個暑假嘅人啊、搭波啊，看到自家人鬥嘅啊心跳呢有無？有啦，就會嘛，特別無甲人講啊，暗戀啊。我甲伊講啊，哦，如果甲講啊，Oh my God，你咁厲害呢我就袂喎。係啦，甲伊講啊，哦哇，然後特別伊個袂 伊伊 strict 伊伊找我朋友坐伊邊啊，哦，然後伊幾號嘅了我 你是？放放陣時，哦喲，你大漢了，但伊你知哦，你找我朋友咧，特別你是甲伊。伊找我朋友嘛知，哦，知講你是甲伊嚇，文啊。嗯，哦，你甲你找我朋友講。我甲伊講啊，伊甲伊找我朋友講，哦，嚇，你免講，你只大膽啊，你。因為我感覺就講你愛嘅物件，你特就愛去講嘅，爭取嘅嘛，哇，唔是安尼咩？厲害啊！我袂，我唔敢講，細個大漢。嗯。就是有嘅人 maybe 會 feel 就講，哎喲，伊上極端啊，是上激進啊，那款啊，上
aggressive 嚇，上 aggressive。你袂啊，有你袂做，的人會咁感覺啦，特別我是你對愛就講我嚟講，你啊，愛就做，對我唔就冇咧，就講啊，乜嚟就係講，伊有好多機會啊，是人怎咧，乜嚟就then 嗯。你去甲中學時讀冊的是 OK 啊，class 上面啊，你還是有想着講啥啊，會有興趣巴到，你知咱中學時咱教咱們志願啊，咪個頭，為你做啥物物件，做啥物物件，你有想要做啥物物件是做下面物件咧，？interested，譬咱有如講，興趣做啥物物件，要做 engineer 啊，做先生啊，愛做啥物，你有想着你要做啥物物件，啥物物件對你有我興趣？我我 last time 咪是中學啊時吼，到尾那時呢吼，我 because 我 form 2啊時，我參加一個光華嘅校園記者，你知道？哦，所以伊是光華一個像啊訓練一個中學生呢寫新聞啊，你看呢？只要你嘅 做記者 school 吼咧，有發你 school 吼有發生啥物事咧，你本會使寫新聞了下去，了教去學伊講人就話誒，了光華呢，伊就會放出來了誒。所哦，以迄陣時我有想過，我愛讀 mass comm 嘅咯。哦，แล้ว特別我 form 5嗰時吼，哎呀，我爸講你做記者線路無關呢，別啊咩咧，直講啊啊，然後 OK 咯，買咯，買咗 in the end 吼，你看啦，我讀 science stream 嘅啦，特別我 啊，in the end 吼，我去讀 graphic design 喎，哦，我唔知你讀 graphic design 本，我讀 graphic for 1年半嘅款咧，我甲去到去摕出來讀，嘅，because 伊個 college 多嘛，哦，我去一個叫做 Intech College 邊個位？檳城嘅位，巴海，Balu 你知哦，Saint Xavier 是隔壁嘅，哦，island 嚟แล้ว 啊，Blue Mansion 嘅頭前呢，Blue 哦，Mansion 嘅頭前，Balu 啊，是 Equator，last time 是 哦 Intech。，OK，OK，嗱，我鬥 OK，陣讀，so 我讀 graphic แล้ว讀咧嗬，แล้ว because 伊有真正濟嗯 sketch 啊，咩物件你看呢啊啊，，so 我係 sketch 真差嘅，你知道，so 畫 in the 用 pen end 寫，用 嗬，pencil 用 pen sketch 嗰啲物件，老實講，對，because actually 我中學是 science stream 嘅嘛，所以我食久了我無去訓練我係 art 啦，actually 我會曉畫畫嘅。細漢哦，嗰時，細漢嗰時，我隔壁厝邊嗬，我頭先講嘅啊，我啊，係住我阿妹厝嘅啊，伊迄個 sister 嗬，伊是真正，伊真教畫物件嘅，所以有哦，教我咯，按照用 watercolor 啊，畫手掌啊，啊，點啊，咧有簽啊，有青啊咩，伊教我㗎了，แล้ว 啊，so that's why 我 last time 嘛是啦，baru 未啊，baru already 隻久無畫咧，細所以聲冇，我有一幫啊是我會畫，咧特別呢嗬，教我讀中學嘅時候，我個真無畫咧，無畫咧，個真成成咧，畫成成咧，แล้ว佢讀 graphic 嘅時候，哇，坎坷，哦。坎坷，แล้ว所以我放棄。โอเคโอเคแต่พี่ลูกคิดทักมันสิเออ because ลูกเฮงชูแล้วลูกคิดทักอ่ะสิอันจ้าเก่งให้จิมุยเลยอ่ะสิลูกป้า叫ลูก嗰陣時啊，graphic 啊，我何時จะเฮง真正興啊，อ๋อแล้วจะจิโอเติงอ่ะคุยให้มันมีเกี่ยวกับ graphic 嚇，design เติงแล้ว就是有講 graphic แล้วลูกก็สุกัดทำ because โบ嗰陣สถ์ค่า 時 creative ให้嗰陣มีเกี่ยว I think ลูกก็กิน對對มันสุกัด 對對對 creative 對，so that's why 我經 graphic design 咯，อืมลู但ก你講應該你迄個後尾厝誒，迄個潮州啊，唔係即個海南人嘅 family，佫有關係哦。冇啊，
這樣就得咯。伊人搬搬走啦，伊人搬走，冇，伊 mother 有大，แล้ว伊呢，伊 sister 舊人咧，嗬，伊就冇上來啦嘛，冇上來啦，冇拄啊咯，แล้ว伊攞嚟驚呢，嗬，本時大漢แล้ว啊แล้ว去讀冊แล้ว啊แล้ว有誒就舊人咧就搬出去แล้ว剩伊人兩人留嘅呢，แล้ว冇แล้ว伊人ก็แล้ว搬走啦，so tapi 嗬。我本時教我 Form 4 Form 5但係款啦，我就較少參加伊人了，because 我本大漢了嗬，แล้ว我個參加安尼隻 activities 啊，成日講我華文學會啊，แล้วก็有 Form 5嗰時參加辯論啊，แล้ว做ก็ไป做 activities 啊 because 我當時係嚟 committee 嘛，華文學會是 Chinese 等人嘅association 啊，嘅社會，แล้ว辯論是成日講你去跟人笑咩 debate 咯嚇 debate 嚇 OK， 所以你一班隨時就是細漢都有嘅啦，一路來都教講話。愛訓練咯，但是講冇訓練咯，愛安尼阮只會講，有當時我講袂出門啦。你是安怎嘅做蝦米 activity？ 是我當時嘅，好你有機會去做那款嘅參與那款嘅即個社會咧。我就是參加華文學會咧，伊個有華文學會咧，伊個有安尼隻 activity。because 我人是 committee， 我個是 committee。แล้ว committee 咧，我人就要做 activity 嘛，แล้ว就變咗 Form 4 Form 5其實冇贏แล้ว冇贏แล้ว嗬，แล้ว我就冇มี參加我阿妹嘅 friend 咧，因為伊人本畢業，伊人本畢業แล้ว伊人本 already 大漢แล้ว，so 我人就較少參แล้ว有就是安尼款 say hi 安尼款嘢咯，冇講下，แล้ว因為教家 Form 4 Form 5ภาษี嗬，我就冇影啊，แล้ว我8個歸線啊 Form 5ภาษีแล้ว Form 5ภาษี歸線嘅時候歸後我個一個 activity 是我 organize 嘅，所以我是幫老師喎，แล้ว所以我特別關個了嘅物件個了嘛，所以根本啊冇點聲互你去激心啦，愛死愛活啦，冇咯，冇安尼款就點聲。所以成個你把歸線，你把歸線歸是影響到你，安怎影響到你？冇，根本是冇咪 process 掉定。上冇用啊，上冇用啊，互你根本都冇一個心去。叫咯成日都講嘅咯，冇 process 嗰陣歸線啦，แล้ว就接落嚟就啲冇影啊，แล้วก็แก้幾耐禮拜呢就愛做之類 activity แล้ว啊，แล้ว做แล้วก็有下啲有加班啦，แล้วก็有愛ทำ SPM 愛搞แล้ว啦，แล้วก็จะไปทักแชท啦，มาแล้ว有點聲，你去激心。你把我罵就真激心隻股啊！我罵激心隻股啊！แล้ว我冇咯，我冇之類。嗰個大漢文咧，還是你罵歸線是我罵I mean 你罵是你較大漢咁啊，較mature本啦，還是你罵？哎呦，我罵嘅時候根本啊，後本冇點聲，後你去 process 啦，攰แล้ว佢有個 MCO 啫啦，แล้วก็愛做 online 嘅 class 啦，一無聊แล้ว對住就是慢慢 prepare PowerPoint 啊，咪愛 start 加起來都對了啊，慢慢有點聲，後你去想咧啫，嗱，แล้ว你 after 你讀 graphic design 你半了，còn 冇 continue 等冚嘢，แล้ว你做咩啊？那就是人 encourage 我去，阿婆暫時去做領教咯。即是講領教是 temporary teacher，成暫時人是寫無用，是一切後你去教代課啦。有陣時人 Malaysia 真兼 Chinese teacher 嘛。OK。我覺得你等人教就是等到你參加啲 Chinese Association 對。華文學會嘅時候。我華文冇技巧啊，你好了。是啊，最好了。我是跟他 B 呢嘛。我 B 呢，我 B。技巧伊人嘅 standard 成個只管一會捌只濟深嘅字，我袂曉。
哦，特别你有你会晓物件，你毋是讲捌字都是算做厉害诶，你特别想啊，你会看册写，不写物件，我若啥你搞写咯。我毋知我表達，我冇表達特別我特別看你寫物件只，我睇啊啲你感覺到技巧面咧，好就是成個我看你我看你好嗱咯。นั่นบ่ actually สิ對咯แล้วว่า你做靈膠，做靈膠แล้ว特別你感覺到你是較舊你想講有人成個成成，像我讀冊時，我係考啦，我是英文、馬來文แล้วก็華語，我係 grade 我係分數啦。英文加馬來文較好，英文較好，馬來文了接來嗰是華語。我是啊，我是英文啦，馬來文會較差淡薄，我是英文啦加華文啦。哦，英文華文了特別我英文我英文是 stop 到 Form 5嘅位啊。我冇 progress，because 我教阿妹又是個了，就是讀長嘅物件個了啦嘛。我 major 就是 Chinese 啊嘛，所以變做我 English 教 Form 5了咯。保時候病咯。even 都個麥得未有讀 English 本好特別伊是教你安怎教 English 呢？伊唔是講啊，教你佢較似咩 grammar 啊，咩啊冇，唔是安尼款呢。所以變做我人是讀到嘅是安怎去教 English 啊，教安尼呢。所以做靈膠了，你安怎做靈膠咧？變咗變做去full time嘅先生去。because 校長甲我講，伊講巴魯teacher 佢哋福利啊真好嘛，哇！如果pension 啦、咩啦，แล้วก็有津貼啦，厝嘅津貼啦，咩咁樣真濟啦，就對啦。所以你去做 teacher 呢是真正好嘅工啦，你看啦。แล้วOK 咯，咪去做。你是看起啦，我講伊會需要你做先生，所以伊計甲你講安怎做先生好。特別唔是安尼款講本啊，伊是 encourage 人嘅。我甲你講，一校長一定要 encourage 人去做 teacher 嘅。係咪事咧 ？because 人華小真正需要 teacher。所以你看 Facebook 啊，甲了啦，十嚟九嚟先生本好啦，伊人 share 佢哋 news 啊，是佢哋新聞啊，是伊人本是講真正好聽嘅話，teacher 有通學歷啦，然後有通這個津貼啦，然後政府本類那是你你會通先攞個官啊咪啦，安尼款，了特別你做先生是。機會唔是講調調細漢會做先生，特別你去做到領教啦，是 temporary 暫時做了，是變做安怎下？細漢啊是本是有想過嘅，有本，特別到中學時，無1、2、3年級啊，你會記哦，人特別填一個格嘅，因為你志願係咪嘅嘛？你第一個志願、第二個志願、第三個，我有寫先生嘅，我有寫先生本，我寫先生時，我爸母做先生，我都唔知要做咩，我想到嘅，occupation 我寫啦咯，我寫先生，3年本是先生。特年本是先生，教家from 中學嘅時候咁慢慢想講maybe 會使做graphic designer 你款啦。冇 last time 是 graphic designer because it 唔係 start graphic design 這個物件，抄來抄濟人愛讀了時候，แล้ว你會 feel 到講哇 designer 就有。啲帶到真係好聽，你看到就，你未感覺到咩？แล้วก็แบบคิด喺香港嘅戲啊，係咪美術總監啊，你看啲物件，我哋連續劇，哇！一想要做一個美術總監啊，工課啊時，伊會
真正叫 status 呢，巴閉啊，你講巴下，你知道嚇？你人講想。OK so that's why 呢個想未見，好似哇，嗰時本嚟出頭啦，可能只行工。That's why 有當時成日講OK，成日講成日講人 design 一項物件出來啦。成日講我做，成日講我不如我一幫我成日無應該我校友會嘛。แล้ว所以我做伊人 design 出來物件，還是伊人翕 MV 啊，係咪啊？你嘅審美觀會較無像 ，because 人有讀過。你知啊？你有讀過art嘅人你although 你無 design 出來，你未曉用，你未曉用，是無好你知。嚇，對，你會曉審美咯。即個 poster 這邊特別審美，就是講，這個物件水也無水，你會分別咯。就係講，這個物件你特別調到一邊咧，較 balance 啊，這邊你講啦。所以我會咯，安尼款嘅物件，我會曉用嘴講咯，不如。特別你看你知好唔好，你就知啦。有人是未曉，完全未曉，就是你看好唔好，你唔知。對。人會有這人是水也無水呢嘛，對。特別你看咧，你會知講，這個物件未必刷過來這邊嘅卡咩呢嚇？你都明白。明白。แล้ว你做先生แล้ว哎呀，人 encourage 你，特別你就會做 full time 嘅先生，你就會去 training 嘅。是咯，哎喲，我甲你講啊，等陣我調嘅方式啫。我甲你講啊，啲 training 啊，是啊，唔是折磨嘅啊，甲你講。你成日去做兵咧咩？你成日當做兵咧，係啊，你知就是啊，你知哦 ，because 係咪啊？去調方式啫，我被。OK，แล้วบ่รู้จักอันจ้า人啊，嗱使乜事啊？Form 1กับ Form 5啦，我無去 BJK，你知喲 BJK 係咩？體育。Pendidikan Jasmani。係啦，我無去體育嘅，我 Form 1กับ Form 5我點嘅 MC， 冇嘅阿斯瑪嘅真書啊！แล้วหนูแยกจะว่าสมาร์ท啦特別而家做借口啦，無講點會氣喘，特別有氣喘過，有氣喘㗎，特別去避嗰個藥嘅，有本，特別呢無講點發成本啦，แล้ว呢是㗎，แล้ว就寫何先生咯，講有阿斯瑪咯，所以我特買即個體育那時我是啲邊嘅，特買是當邊嘅，無去參，無去踢球啊，無咩。我就了解，我特別頭邊就賺嘅，係啦，對啦，你知哦，教家去嗰個中學啊時啊，你知只慘喎，冇教家去踢係咪啦？先生啊時啊 training maktab perguruan 是一個折磨嚟。做咩做 PE 嘅嚇？我甲你講你知 OK， 伊個 PE 頭一項pendidikan jasmani 咯，所以pendidikan jasmani伊唔是單止是安尼款叫你踢球啊，咩款，伊是教你安怎教，你知哦。你愛會曉較了嘅 technique， 你知道？係咪 technique 咧？拍球、排球、拿球、足球，然後有咧冷冰啊，唔是干那鉛球呢？鉛球你們愛咯，แล้ว冷冰啊，一支尖嘅嚇，แล้วก็ปีริงนี่ปีริง啊，哇，嗰特別好啊，即係試鬼係嘛？你咪是聽講，你咪是未曉，安怎？我覺得其實我個唔知 football 安怎演嘅咋？我本未曉啊，特別我睇伊人講 theory 那時是聽了咯，แล้ว
我人講是無，所以我的 position 啊，是干那 ที่ top 嘅 theory position 呢，我特別啊，我特干那 別曉，theory 呢，籃球那叫咩啊？volleyball 啊，排 volleyball 球嚇，我係你呢嗬，伊都有你曉逼我人特別學，啊？會曉咩？我未曉，我 coordination 啊，我 coordination 就特別你會差嘅，曉伊個 law 伊個 rule 安怎一句贏一句咩叫咩 position 那邊你會曉啦，我哋冇比，我哋我冇未曉。然後個唔要緊咯，係你呢是一個 BJK 咯，你試下喎，你接落去 Sem 3嘅時候，Sem 4嘅時候，一個有 gymnastic 哦。哈，亂揀你嘛，亂免做嘅嘛。哎，你唔你按照是特特人都會做 gymnastic，做時勢特特人就去做 gymnastic 咩？哦，都都俾我會冇啦，曉㗎。係啦，特別你買學一招，喲，你坎坷誒。我跟你講哦，我讀到 Sem 3嘅時候，我是唔一成日放棄了嘅，跟你講，你到底讀下？你得一間？我到 SB，哦，咁樣馬上。我問我 SB 是到 SB 嘅麥特是咩？布蘭哈，啊，Sultan Abdul Halim。我唔知名咩啊，我唔知แล้ว名เหรอ 嘛哈。ก็รู้กองเหรอ嗯แล้วโอเคเขาเรียกสิ BJK โอเค ，BJK 是什麼pendidikan BJK jasmani 就是 K 什麼？pendidikan jasmani dan kesehatan 哦，等個先，等 OK OK。โอเค我是 เขาเรียกสิ BJK，我是在可能夯嘅是叫 BJK 呢，我知。อ่าโอเคเขาเรียกว่าใจแล้วเขาเรียกนี่เหรอเขาเรียกกล้วยเอาแล้วเหรอก็ออลารากาเหรอ Olahraga 嚇，即係田徑啊ฮ่า啊，冇叫咩หรือไอ啊？唔係อันจะโอเจ้า小แล้วก็打走จะเบะ 四百แล้วก็米จะเป็นเจลลี่เจล啊ลี่น่ะสิอันจ้าไอการ，relay student อันจ้าอะไรที่อันจ้าเกาแล้ว啊ก็เอานี่เที่ยวเกา啦เที่ยว啊遠啦啊對，แล้วเที่ยว那麼是你即係กันแล้ว鉛球ไอ้啊，都知點鉛哦球啊咪？問題是講哦有真正濟物件 overlap BJK 一架了แล้วตั้งแต่อลาราก็อีกก็ใจกา所以變咗你規個5個 Sem 啦，嗬，你直接做即個物件呢，你真係有線哦。แล้วก็不要緊哦，我人嗬，because OK，若是講你是讀 full time 嘅啦，嗯你咪一個禮拜一刀呢咯，嗯對，一個禮拜一刀，還是一個禮拜一刀咧，一個月嘛4刀呢咯，對。嗯，問題是講我人是假期實訓了。所以哦compress 個了嘅物件嗬啊，from 早起到 evening 就7點就，啊所以你個特別多 around 4個禮拜5個禮拜裏面，你特別讀貴你 Sem 嘅物件，哦你梗係談到因為 credit hour 嘛，啊所以變咗嗬，而家咧索起來。今日 BJ มาจากออลาราga เอาจิสุกัน就是ว่า人嘅 club สุกัน嗬就是แบดมินตันโอเคแบดมินตันนะ佢เอานะก็是 BJ และ有當時是早起 BJ 播ออลารากา咯就哇我跟你講佢哋成日是我而家是愛考跟你講你跟啊，你是特別把你 Sem OK 啦，做把你 training 嘅時 OK 啦，是跟啊你解是你 BJK 呢？問題是嗬伊個點聲本是有40%咯就有哦，無少真正濟特別白所以行嘅 that's why training 嘅時都 OK 啦，你解是白人 BJK 嘅 training 是 OK 咯，是即係然後冇啦，定人呢華語嗬，一讀到嗰啲古文啊，嗰啲文言文啊，我就困了誒，我讀古，唔知我讀古了，我阿妹嘅一排啊，咁樣唔讀古，有嘅吹亂滴出來啊，喂，滴出來，困㗎吹亂滴出來，你 they enjoy 讀嘅時候，咪你去讀 teachers training 嘅時，psychology 哦我能讀 psychology กับ counseling ，OK OK，แล้วtapi punเนี่ยว่ากับเรา講嚇，如果學這個物件咧嗬，แล้วeven though 你當點講我內部很好啦，特別我會曉這個物件，嚇，對，แล้ว你講我內部嗬，特別我能去
本地的干裸那時啊，嗬，我諗做 abseiling 啊，做 snorkeling 啊，咁แล้ว咁แล้ว我有做過喎，我就過關，日本巴薩呢嗯，邊嘅，打打，so camping 啊，特別講女保是女保啊，特別冇差本咯，做這個工作，日本咪是做咩嘅？我同你講，喂 lecturer 嗬，伊本時有淡薄 sarcastic 本嘅，伊成日講我愛做 abseiling 嘅時候，伊就講abseiling 啊係咩？我唔知係咩。 ，abseiling 是哦，掉啲數落嚟到頂面掉掉落嚟，你數咧下咧 from 佢哋懸崖你看下邊位你看落嚟，冇意思，唔係是山嘅，唔是人馬路啊，人是行用。你知用係是 already 是 man-made 嘅嘛，冇意思，唔係是去山嚇，唔係是去山白山起啦，你看跳落嚟，所以嚇，你個唔要緊啊，我個白山呢，我人係白山吼，個唔是嗰種，成日講啊，有誒，啥升旗山你看，already 有一條路你行了嘅啊，你看你啊，冇你知我人係是愛行巴人都去。巴咧特別嘅破了嚇，你揾奇嘅嚇，我未有。แล้วก็คิดแปะ喺山坑啊，因為山坑啊只嘅เนี่ย嘛，只ตัว頂อันนี้ตัว頂嚇แล้วรู้特別係แปะจิกี咯，แปะจิกี嚇 ，OK 啊，即係物件，咁แล้ว咪是貴嘅了係喲。有得貴時都愛考做呢係物件。อันนี้我冇喎。都愛考係第愛考係咩物件？แต่愛好就是愛做啦啦噶，我成日攞呢，哎呦，跳遠啦嚇，雕塑啊，個好似你都免雕嘅嘛？阿咪，你跳遠，你都免跳就係遠嘅嘛？你跳彎彎就會嘛？你有幾時咪加成 technique 嘅嘛？唔係咩？就是愛學嘢 technique 啦，特別你自己做未掉表緊嘛？你在 technique 就會嘛？你冇特登你先生嘅咧，有做跳遠跳高嘅咩？但你先生本會曉嘢 technique 嘅，actually 教就嘢啦，咪你曉啦個技。係啦，冇啦，特別伊愛 call 咯，那是伊愛錄跳嘅。哦，特別你可能 technique 一跳冇去，你話咪 technique 就水特別補跳落磅，跳到嘴。咪是老字咯，你看，都冇精力咯。你感覺到去 teachers training 啊，去 train 做先生啊，教到你哋有幾啲物件係咪？啊 ，cut tough 什麼？哦，I think 唔是玩呀，隔了嘅 teacher 嗬，出來那是按照講呢，伊人就是經過啊，你看你物件啦，嗬，咧伊人會 cut tough 什麼，尤其是我人嘅假期視訊。even though even 是 lecturer 嘅基本講嗬，你人是貼牌嘅，because 我人是4個禮拜裏邊，你特別讀幾個 sem 嘅物件咧，你就愛去考出啦。所以你我人讀出來點先嗬，是 from 早起8點到個 evening 7點嘅，人是到下晡咧就 stop 了啊！你人去成個大學你看你人去課外活動啊，無啊，你人就做 assignment 啊咩？無誒，即係嗬咧，有當時我人做presentation 啦嗬，我人特別譬如講我人7點甲放學嘛對，我人8 9點嗬，我人特別到房間會做咧嗬咧 tomorrow 呢就係 present 了because 伊物件個了熟起來了嘛，嚇，แล้ว所以變做嘛就愛 present 了，你知喎，所以真正打費。你 training 就久嘅 period， 即係是幾禮拜8嘅，所以特別4年啦，特別你是一道 training 是幾禮拜 holiday 就去 train，holiday 去 train。school holiday，so school holiday 是啊個禮拜7禮拜。嚇，12個月較長咯。哦，長，所以伊是達你 holiday 日本去 train 呢，還是干那12個月？哎呦，是你咪是一頭無攤4年無攤 holiday 咯，無 holiday，對啊，
That's why 伊人講嘛，แล้วลูก holiday แล้วลูก對去，ลูกก็愛做 normal teacher 嘅喎，伊無因為ลูก because of ลูก讀冊แล้ว伊幫上ลูก嘅工課嘅喎，ลูก school 嘅工課你嘛是特別做，嚇，ลูก教 standard 6，ลูก本是 still 特別教 standard 6啊，安尼講啦，ลูก UBS 啊，ลูก本特別教，so 真正壓力嘅，嚇。嗰陣時，so that's why 我人講，即其實選嘅即個老師咧伊會較 tough 淡薄，因為伊成日踢拍啊嚟款嘅咯。แล้ว特別有一項無好，就是講過了即個即其實選啦我無想愛讀冊。伊成啊，用了個了，你會力去 finish，你會 course 拔刀買去讀冊，買去進修嘅咩？你成日講緊白魯actually 是會使讀大學本嘅嘛，แล้ว我有去 apply for master，我無夾到 degree，because 我人讀 last time 係diploma 嚟，所以我 that day 係時我去 call 冊嗰陣，我去 call university 啊，我愛 call 做一頭夾 master，所以人有一個愛過一個 interview 甲一個 call，我甲了過甲了。แล้วว่า already 是 start sem 1嘅 master，特別我我是無完全未接腦了。แล้วว่า真正驚㗎，我真正驚㗎，一邊做工啦，一邊讀冊我未 enjoy 咧，安尼款嘅物件。because 我想到對，我 last time 是 diploma，哇，安尼艱苦咧你把路擱再愛。對去安尼款嘅一個我未啊，特別係所以我讀一個 sem 我就唔買啊。你只暑假嘅物件咧，嚟講我 master 你是教theater 啊，教 drama。我冇想愛讀冊就對啊。有興趣嘅物件冇買。我買。你破單咧？是。你破單咧？對 ，maybe 是破打咯，唔嘢事哦。because 你做工啊，你愛去讀冊，你真正了點聲，買啦，免讀啊啦，咁咯。แล้วมีตัวตัวรู้สูจินเนี่ยแสว่าสิก็แล้วรู้แต่มากับรู้ป้าแต่มารู้講รู้ป้า貴事啊嘛，รู้ form 5嘅事，รู้กับรู้買咁正嘅啫。唔是就好誒，我人是because 你爸個早貴先，特別是特別教你買貴。有啊，我人食姐妹嘅款。咱這裡感情嘅，主要是細漢到大漢本是像，還是有像啊細漢貴，還是大漢就是個變就無相關嘅。大漢就是會變更加親切，我成個姐妹嘅款啦。然後我成日講我 start 做先生，冇我 form 5貴後 form 5是貴後啦 ，form 5貴後是咧我搞我買感情就湊嚟湊好咯，แล้ว我爸無佇啊嘛，แล้ว我人會成日講我人幫工對來啦，แล้ว我頭一項物件我就是去找伊拍殼了嘅，去找伊傾偈啊，แล้ว就是到房間內面啊，แล้ว偷數婚啊，因為我係講唔知嘛，因為媽都冇數婚嘅嘛，攞人你幫工對內面他是攏大無相處啊是？冇。相處啦，去房間去找伊，就是相處啦，係啦 ，because 我媽都冇數婚嘅嘛，แล้วมัน攞人偷開迄個 exhaust 嘅 fan 啊，แล้ว佢我偷可能就特買一堆來7點啊是就逼到房間，而家就傾偈啦，就聽伊講伊嘅伊做工安怎啦，แล้ว我媽都過咩超壞嘛，嗱，就老抓，而家成姊妹咧，講咧嘢感情是朋友啦，對，交加，你咪有夾冇先係先？安怎會無夾？我個會記過，我袂曉 spell。
哎呀，spell 咪鬼啊！然後一直頭夾你啊，講調迄個甜黏的迄個像個 spring 啊那款的迄個鐵線那款的啊，啊，一直頭落來，然後是縮落去，縮啊，規掉，身軀個咧，你是講成日掉迄個人掉迄個毛咧，互人 人 baby。蛇啊，唔是調人蛇，調人嘅停喺迄個伊成個藍苗就 spring 咧，特別外口有包咗一眼樹哈林咧，可能哈，對對對對係你對對對邊一內對對，教嚇，你學到 hook 呢，哈對，一拖夾喺你個 hook 嚟，眼呢，你係哈對你個對。燈呢是拖起教內教落你就是邊夾咧腹嘅位吼，安尼款就一劈落去，แล้ว規個身軀個掉咯，แล้วมาจาก去學堂啊，個了，一座嘅咧，好啊，所以你面做試是แล้วก็唔要緊哦，我唔嚇，要 spelling 嘛，唔是，แล้ว伊是 convent school 嘅囡仔嘛，所阿冇以斜伊真係看唔起人 ，convent 得住 Chinese ，convent 得住，，convent 冇嘅冇大家咩， OK，CVM，所以伊就看唔起人讀唐人冊嘅人嘅。原來你嘛是頭冇 because 你講斜，啊，唐人冊嚇阿嬷未曉講，冇用嘅咁美國你阿毛個好，所以人哋你嘛等啦阿毛斜，แล้วว่าเวลา spelling อ่ะจะผ่าแล้วแล้วกุยสิงกูจุกกันแล้วเขาก็แบบกินอี呀คิด點乜你地主講一句你講啊你佢跪喺你地主講點下一句了啊是你介實แล้ว我個頭頭就吹本來已有個怪事了。Oh my god！所以特別鹹特別較大漢咧是變做甲你只親戚只我只朋友可以啊，甲你爸本上咯成日講，伊你有機會甲甲伊成接觸到，較一點時啊變做個親戚。是so 我 mother 親啊真親嘅แล้วeven 講伊 OK 啦後來又是有淡薄物件發生แล้ว伊特別走แล้ว走了佢後來嘛是有去看伊，是講較少去看伊啦，because 分開啦嘛，較少去看伊，特別一看人一去找伊呢吼，就是像個 friend 啊你款啊。袂講啊，講話無好聽嘅話呢，無嘅，我當是真正親嘅，咧有無就是多電話會講咯。袂拄那時嘛多電話會講咯，有當時講甲一點鐘本有嘅，講甲袂了嘅，是哦，你講話就到今日誒，你啦，你較想你爸，還是較想你媽？我較想我媽哦，我較想我媽。款脾氣嚇脾氣我較想個我媽。你脾氣，按照你脾氣歹哦，你算你脾氣歹。我脾氣歹，你未學生，特別你對朋友哦，無 OK 啊，我甲你講，喎，我脾氣會加上我叔叔，我侄啊，我叔叔，你爸嘅小弟，對，按照款咧，按照講咧，較香港人嘅脾氣嘅，that means 講你袂使無咪 patient 嘅，我無 miss 甲人 repeat 每物件嘅，我 student 又好，我係 parents 又好，朋友又好，我 actually 我無熟噶。你捌拄過成個我做咩物件啦？啥？咁無，你知哦？有嘅人成日講你安尼款有人講了，你會家己去 find out，你家己嘅辦法嘅嘛，對。instruction 你無清楚嘅，你有當時人講一道了，你無明白了，然後你成日你安尼款你會去家己去 find out 出來，安怎做嘅嘛？特別有嘅人唔是安尼款嘅喎，有嘅人你直直問，我一講有當時你家己找者啦，家己去 find out 者，你 waste 啦，對，你是未打鼾，伊人成個無放心，唔是只有心未去學，可能直問你想嘅物件。對，直接會想嘅物件。咱成日講 student 本是有嘅 student 呢，伊是調工愛累 attention 嘅嘛，所以佢每路明想講老師啊，要寫在哪裡？我哋講寫在你臉上。你明知嘛？不要聽吼，當人話講老師先生，唔寫到落，講寫到你面嘅。
好了好，C 哦，或者 C，写在你的脸上，然后不是写在书，写在哪里？我在你看咯，所以我就这样所以你講是哈哈哈想你買你食一片，你講你款啊，是哈，吧？對對對對，我較想啊，我食個片，嗯，你感覺到你到底都行咗出嚟做工做先生啊，咩物件？你其實嘅感覺就講，I mean，你咪是感覺就只考咯，你哋有哪做工嘅即小輩夫，而家所下 to study while working now at our age，對唔對？我那就是聽到我啦，聽到阮未，我當然就想要退休啊！你個叫我去讀冊啊！那แล้วรู้เสียวคิดรู้อะไรกุยอะขังคอ做先生กุยอะสิรู้感覺到รู้ฮัสสิกุยอะสิคำเดียวก็อ๋อ緊張起啊 training กุยอะ有時候 feel 到哇 accomplish 做過你 training 4年feel 到講，哇，我也不錯哦，哦 accomplish 咩都感覺到啊，有成功做到前面嘅你係啦ขังคอ你係啦係啦講你係啦，有一過個做過有一個成就感成就感嚟講咧嚇呀，OK 就，然後我 actually 到 school 嘅為我 performance 會冇差嘅呢，รู้成日กา講แฉะ加齊 result 啊，อืม冇差嘅呢，because sometimes 就是成日講school 有because 我本有着 complain 本啊，上惡過頭了啊，แล้ว แล้ว有着 complain 啊แล้ว actually 本有佢哋本地嘅間嘅人啊，一來了後咧，有就 eject 我嚟講咯，特別後條有嘅，我係成日講我嘅 performance 啊，แล้ว我 UPSR 嘅results result 啊，個了出嚟啊，你講一惡是惡啊，特別伊個即個一家，because 一家頭一班是，譬如講我係 science 啊，我夾過100% A，唔是100% pass 就 100% A，安尼款嘅 result 嘅，唔少，แล้วลุย是嘛？ลุยลุยนักกูอะลุยกุยลุยสาวลุยบักกากุยหัดสิงอ่ะตัวตุ้ยไหนช่วยตัวตุ้ยลุยกับลุยกงลุยถึงตอนนั้น哦，ออกอ่านจ้ากากุยยังกันจ้ะ有啊，但呢個時唔是當我係 student 教人啊嘛，แล้ว請我去食嘛。แล้วยังขอลุยสาวก็然อ่าถึงตอน後伊拉就有ลุยสิออก講啊咯，特別ไม่สิ哦，ฮะ老師你還記得嗎？你呀、哈，哇罰我們啊半蹲站啊，你講騎扎馬，แล้วขา半褲半騎啊，你講下แล้วลุยลุย手係ลุย撞頭先，做ยังกันนะเขาหอยยังกันเขาสิจะ理由是อีทำมีจะมีสูตรหรือเปล่าเขาจะ可以聽，เถียงแล้ว可以聽แล้ว伊會記哦，唔通過再做啊，你講啲物件。你有那個如果記憶的嗎？你痛的記憶，所以你不要再被罰的話呢，你就做好你唔來你的東加做啦西咯，哈，特別你話然後就唔敢實當做咯。劍見下即係見下人香港當劍見啊就是 because of 無安尼款教歹嘅了，唔係是歹嘅了，唔係我跟你講，唔係歹嘅了，但你嘅囡仔哦，你講伊啦哦，伊個是點點過，伊 mistake 哦，一點點 repeat 咧，哦一點點 repeat same mistakes 咧。我就還沒輸咧，because 伊無聽咧吼，未記伊嘛當作真係輕即係鬆啊，哦。哎呀，不要緊啊，講幾句唔對嘛，話爾嘛，伊罵唔對咯，我爾嘛唔啊對嘛，安尼你知哦，嘛，你嘅態度是安尼款，even though 啊，你好好甲伊講，成日講我啦，我好好甲主人講嘛，誒，你這個東西你要這樣子做才對，伊隔一個禮拜伊個再 repeat 上這個物件，我就。然後想這個 mistake 啊，那個改講了，哎，你寫作文一定要空兩格在前面。然後 because 啊無怕無蝦米嘛，無罵本嘛，你講好好講嘛，伊 mistake 未改，未掉嘅着，嘅，即個是愛術了啊，伊會切，甲你講，嘅，那 parents 本上成了啊，咪你 parents。你拍淡薄爾就 complain，拍淡薄爾就 complain，because 無想你就這邊唔是美我國啊，嘛不記得。是咩安尼款特別？because 啊，比較還沒冇想，你要知道，
教育的背景啊是幾百年慢慢改革的時候，成日講到美國啦，幾百年前啦，伊個 system 嘛，last time 本是排的嘛，慢แล้วก็變做無的嘛，對哦。啊，特別伊即個改變伊小塊愛經過真正濟物件，咱馬來西亞60年啊，咱就咱個 system。60幾年然後就咱個 education system，所以做出來嘅囡仔actually 你 I mean 講你嘅即個發展啊，上低啊60年，那你一個愛跳甲上個 Western country 啦，幾百年嘅英國，幾千年嘅英國嘅 education system，你安怎袂嘅？แล้วก็有，maybe 較人濟點聲係啦，對哦。較濟嗱，點先，แล้วก็有要緊過，咱嘅貧富差距本是少只懸過，แล้ว咱嘅人你皮膚片，民嘅你是講貧富有有類甲鐳嘅人無類，甲無鐳人嘅 gap 較大，對，真大。แล้ว變做無類嘅人伊人到 education 那邊個無注重哦，啊，แล้ว你人民嘅素質本無講真係咩？正懸。人民嘅係咩？quality 啊，你成日講美國安怎一個普通人本好，伊本是有中學畢業，哦，你然後是講有大學畢業安尼款嘛，所以伊人嘅想法無相馬來嘅，你知道？西亞冇咩？馬來西亞伊人人人都讀冊，馬來西亞嗰人有讀冊，特別有嘅人 form 3就當今無讀， still 有人你就 form 3冇讀嘅 still 咩？有個，still 有個。哦，MCO 特別濟啊，form 1 form 1 form 2 form 3出哦，來，咪讀。所以伊人安尼款嘅人啊，到甲伊大漢啊，伊嘅想法無相嘅，你知道？伊無像個咱發展嘅國家嘅人，安尼 mature 你知道？所以啊，伊嘅囝啊，後代啊，甲了嘛凊彩咯。我都無讀冊嘅，我嘅囝唔免讀啦。有本是有安尼款嘅。甘榜嘅人啊，或者有安尼款嘅想法嘅人，本嚟都知哦。所以 that's why 有當時啊，佫袂使拍喎，咪咯，係啦，冇甲伊摔落去啊，乜安尼款嘢但啦。maybe 有可能是你嘅老頭腦你未接受講無拍來教，特別有可能是慢來的你嘢呢。冇看到 that day 是 parliament debate 講I 破 teacher 拍就對嘛？爸母係啦，未好就是 啲，because 啊，人 because 冇辦法了，連政府都冇辦法了。未拍未，冇拍未，所以你看咯，特別我感覺就講拍了，唔是俗本啦。嗰時咧，拍唔是笑，即未使嘅，即是拍你會要見什麼學使見哪好，未使拍自己笑。係啦，拍了後，你自己笑咧，見那個好啊，是六年呆對狂，咯。六年呆狂，有嘅咁啊，你估，แล้วโอเค，so 我咪你做人，今年30幾歲啊嘛，攝幾歲啊咯？我要講爽我咪啊，細佬10歲咩？冇啦，細佬7歲呢款嘢。是啊，我52歲啊，今年，你說你感覺到你嘅第一成功嘅物件係咩？做人，唔是講做工嘅物件啊，你講你做一個人啊，你感覺到你做啊第一成功，第一好嘅物件係咩？我感覺就講我唔รู้教個即個抗，因為即個物件是無相嘅抗戰，對你想法無相嘅，對，所以來個我唔รู้咧。嗯，我感覺就講我第一成功嘅物件咧，就是我比較能夠看開這隻物件，哦，你是講教教你是十幾明白？歲人時，你該看開，唔去莫去執着那隻物件，然後凊彩有啊，無啊，無啊，無看破，啊，你看，這是嘢看破較嚇，較較看破啦，無。你做你較歡有時候喜，講，有時候講我無爽嘅人，我甲人相罵又好，嗯乜物又好啊吼，啊，
我只咩白鷺啦，白鷺嘅話咧嗬，真正咩的未記啊，阿咪崩潰咧。唔是哦講未記，天蠍座嘅人咧，嗬是真正記仇嘅，喺你哦，笑到心裏面特別，我會甲伊做，甲伊真好好講啦，一變朋友就對嘅。所以佢人誇有成日誇啦，講我，你看我到 school 嘅位啊，你害我嘅人㗎了啊！唔รู้ว่า人啊，學過哇 gathering 啊，出嚟食啊，แล้ว出嚟拍殼啊，ในฝัน係冇數啊嘛。所以我意思是講，ไม่怨恨人哋字咯。唔รู้ว่า感覺就講我嘅成功面嘅就是講，我冇成個 last time 較細漢嗰時，淡薄物件，你會無歡喜啊，แล้ว你會成日講笑到心裏面啊，你就認這個人啊，你就攞這個人啊，你款啊，你明白？所以唔รู้我真好嘅面就是講，我真久啊，我冇去攞這個人就。喊咪人本好啊，小命又好啊，咩又好嗬，等日幾日就 OK 啦。你是蝦米事啊？就蝦米物件誒，做路改變咧，可能是慢慢大漢咧，老啊，你可能係成咗呢？你其實笨蛋哦，笨蛋，其實是好去攞嘅啦。這人，笨蛋去攞這人，你學笨生講蛋去跟人笑命，就sometimes就是跟人笑命嗬，了解笑命笑這啦命噶。嚇了解你字啦，你咧就變咗笨蛋，有陣時，OK OK，你講下咩就講下咩咯，刷刷起啊，嗱，對，所以我感覺到，你講咪是好，你嘛化解人家這冇必要嘅笑命咯，嗰時候，所以我感覺就講我教白魯會較好啊，感覺就講有較成就嘅物件就是之類咯，會看破物件。你你暑假係咪特落？其實唔係講做緊咁嘢，你做係咪物件係做到歡喜？像你只暑假入心暑假係咪嘅？就是講買趁累啊，咪係另外算啦，咪講做緊物件啦。你是做係咪物件？到底這個世界你做嘅時，你感覺好你只隻滿足感。哇，滿足感啊，旅行啦，這就是你看安尼這年來安尼這年來，尤其是2022年 start，我去旅行哦，嗰陣時我家己一人誒。你暑假家己一人行，你無暑假是參朋友出去行。嚇，我無暑假跟人參朋友行，傷濟麻煩嘛，有陣時你嗰個遷就，一個遷就咧，我較自由淡薄。所以你第一隻暑假食方是互你帶互你一隻歡喜嘅感覺。互我歡喜，然後互我mature，然後我訓練我家己會打咯，你安怎嘛是愛有打。對，你去到 Paris 又是家己一人啦，然後你去到土耳其本是家己一人，你去意大利本是家己一人，你安怎你講？其實我看你啦，你成功好物嘅，其實我看你啦，朋友咱捌怪這你啊嘛。我是感覺到你是頭一條大膽咯，你無插人講物件，你愛做物件，你是家己去做嘅。我覺得這人是為咗驚人講伊係咪物件，然後無做這物件。我感覺你有袂熟人講你係咪你知本，特別你無插人，你本照做。特別喺啲時我捌你嘅時都 already 安尼啊，唔是個最近嘅呢。你就家家你愛做物件，你熟愛做物件，你無插起人講係咪物件，你都做啊。你知你家己安尼款嘅power。特別我sometimes有時我咪是驚是驚啦，做是做啦。哎呦，我回你，這個有人哇個 Jason on 個學這個 super sticker，感謝 baby lemon with pom pom with jelly ding，哎呦，感謝是一無搶，特別我回你，感謝，哇！
我是 feel 就講那愛做物件是我嘅事嘛，關我咩事？是咯，你細細漢段你講了對，哈，你 character 較成個我行你講我素淡薄，特別啊，我捌攏吼，本袂講像我行我素本啊，sometimes 吼，when 你成日講我參加 society 啊，吼，嗯濟了啊，然嗯，後所以你不特別有當時你本袂使像我行我素本呢，特別對，慘，特別嗯特別嗯特別你特別係呐，基本啊，特別我是講你這做物件，你無成講啊，成個穿衫就好啊。嗯，有人，哎我喲，我穿唔敢衫，穿咧衫，咩物件？你無差不多愛穿，你就穿啊，是毋是？啊食那對假誒嘛，對嘛。你頭毛，哎，換係留長頭毛，無插人講，你係咪啊散背，無插人？我感覺就講，然後你是我寫話嘅喎，你講我就就是啊，謝。特別無這人是為別人嘅話會使話就，毋是特人會我冇為了咯，你個技我術話，攰啊，你貴我啊，攰啦，即係。Last time maybe 後生是個講淡薄，but 嗯 in the end 冇啊，咪รู้啊，sometimes 是無頭毛，本安尼款出去食物件，穿個 slack 嘅，安尼款去食，安尼款啊。嗯無，一有人講，成日講我朋友講，哎呀，你啊出去啊，可會使穿較水嘅好看衫，淡薄咧嚇，好心啦，man 啦，提醒你抓穿嗰啲水嘅衫嚟做咩？就你需要打扮嘅時，你就要打扮嘅啦。你無需要打扮，你去食一個物件午餐嘅，你係穿個又水，แล้ว你有一邊咧學嘅一對一啊，佢係項目你有爭嘅啊。頭毛咯，頭毛，有淡仔 頭毛，camera 嘛，叫你換 camera 嘛，叫你悄無成 衫 camera 咯衫。啊，三人是姐妹嘅衫，衫是別講衫，我看到你穿咧咁好，我係衫就掉了去邊嘛，你咪入嚟立咯，是配合一咯，下咯，你講嗯，咯，特別你個水呢，你 rose gold 嘅喎，哎呀，我同你講，我這裡是我日底是穿係翕 MV 嘅，哦，他可能咪物件，我先只歌嘛，school 咧啊哦，，school 做你好優先正嘅惠歌，嚇，你係咪好優好要好？惠啊，唔是講你學堂好優惠，唔是，佢哋是學堂嘅。即唔是？即係咩？這裡是學堂嘅，這是阿晴，這裡是學堂嘅 MV，我人校友會嘅時候校友會，即係這裡你家己當學嘅，這點是學堂嘅，學堂意思係咩？你都冇加齊啊？學堂，because 我人是校友會嘛，校友會咧，嘛是係讀短期我係母校咯，你我係母哦校咁好愛翕啊，你款嘅物件嘛，所以哦，達咧董事部啦、家教協會啦、校友會啊，愛派人代表就去跳舞。拍翕翕 跳舞 video 嘛，啊，咧嚇，咪誒你咪是記得快去翕食假，咯。你叫我唔一個敢咯，表件嗬，你嚇看下，你看下這裡嚇，嗬，等陣個 我 bling bling 嘅，你嚇睇下，嚇啦，你看到 你 bling bling 嘅，金金，我同你講嗬，係啊，我你記去佢哋得未？佢哋佢哋佢哋北新嘅位嗬，嚇行，看到這字條咁就，哎嚇，呦死！我看到這裡 bling bling 嘅嗬，都知啦，即係小樂橋嘅嘛，看到係橋落嘅嘛，แล้ว就看到 bling bling 嘅，這個我 fancy，要買，我要買，然後個所以表件啊，話講你這個啦，你冇插情景嘅。人嘅，我同你講嗬，你看咧 MV 嗬，哇，喂衫又又水水，嘅，個 bling bling 啊，啊，咁就扮緊未 MV，棒啊嘛，棒哦，啊嘛，我能夠自己落熱歌，我 actually 是一個比賽嚟嘅，咧一個網紅做嘅比賽，嚇，แล้ว我人係 school 去參加，แล้ว特別呢人是用伊嘅歌嚟翕 MV。嗯用佢哋網紅嘅歌嚟翕 MV，伊嚇比賽呢本是按呢款要求呢，係用嚇，伊嘅歌嚟翕 MV。特別呢，我人是用伊嘅歌，我人家己唱了歌落翕 MV，鬼，你一個翕 MV，啊落過，哦，對，所以我本特別去落歌咯，安尼款咯。哇，從美國แล้ว電視我看到แล้ว你去 studio 誒，嚇，แล้ว個表件，แล้ว我校友會嘅呢嗬，冇理由一人學堂有แล้ว我校友會無嘅嘛，แล้ว我咪個只用 AI 嚟寫歌咯，寫歌แล้ว我夾伊嘅聲出來咧，嗬，แล้ว存伊嘅 music เนี่ย嗬，แล้ว我就落過咯，咁แล้ว13哦。人啊，我係校友會嘅，
today 咪哇，碌個出呢，伊 MV 嗰時我自己真正加呀！嚇先正，哦，你使我看拎嘅，我放咗 Jack 你可能去看啫。即係你會，你喺感謝啊 Facebook 嘅會咩？ ，Good morning，嗰隻即到你睇當見咧暗咩嗬？唔是暗，I think 炸了，咩？當佢早起啦嘛，有18人看嗰個當見，嚇是咩？Oh my 哈，god！18人看到嗰人第十倍，一啊 sticker 嘅話，我了哦，啊，即 maybe 啲人 already 已經 share 請啦，了，佢唔佢哋，是困啊，但係咧，啲人 睇是攞 share。3人看嘛，個個當見那話是更加等陣我9點半時，我嚟出一出位，門啊！我去哎呦，看佢哋兩婆婆伊人嚟啊，咱去訪問啫。哦。你個只佢哋微微夾無新加坡嘅講到兩婆婆。講寫啊，做你即係嚇，不知人做佢哋是，如果昨天嚟講，你人做佢哋 content creator 是嚇，哈。一個字一個所以字，我唔รู้，我感覺就講我成日我就是關馬腳，OK，不要有煩惱啊，，OK，咪煩惱，แล้วไม่有煩惱，咪有特別嘅事發生。都是這樣平話呀，平安安咧，是自然歡喜啊！講真嘅是安尼款咯，對，買這對，數，係啦，咪直接數啊笑 drama 咩啊啦，咩啊，哎喲，我計線啊，安尼款咧，對，垃圾嘅事個只係個人笑咩啦，有陣時 feel 就講啊，隻嗬，爽嘅話你講笑係咩？係啦，對啦，有陣時多 politic 啊，不是只爽本啦，特別矛盾本咯，特別好平靜一點點也是好本啦，你希望你希望即個微微娃娃啦，和你身邊嘅人，就講嚟嘅事，你留落嚟物件係咩物件？你成哇！嚇，我冇安尼偉大，我冇去想着安尼款的物件喎。你這這人是個你嘅嘛，在邊度學嘅人？成日無想嘛，你是邊福建的creator，so 你的 legacy 就是伊的一個邊福建咯。OK，我乜有物件？冇啦，即係邊度？每次波行咯，死其實就冇人別記啊。冇嗰時講你嘅家己嘅character，你家己本身嘅款啊，你只人其實人做定得表，定得落整嘅事啊，定得零嘅事啊，人只棒嘅嘛，人就是笑，人是人家己啊，人冇成日講去考慮講人講係咩物件。我感覺就女人咧，看 view 我係看啊，我感覺就學到這人係是 inspire，這人冇上嘅人，我感覺到，而且你人看得老做歡喜嘛，看到你。maybe 咯。特別你家己有可誒，能唔歡喜咩？知咯。我就冇面，我可能我唔知，我未感覺，我感覺就我是一個未曉做痟嘅人咯。因為笑點吼，佫誠懸嘅，你知蝦米意思呢？是講我唔知你我看 講咩。prank 啊，我看 prank 啦，看咩？人啊看咗淡薄 哦pran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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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間你知人去插做小人嘅，痟啊啊，嚇，有嘅人哦，一看到呢度好淡薄笑咧。咧吼。一直真好笑咧，我係反應嘅，有陣時我 friend 啊笑咧，然後我看吼，我是都唔知啥。你款人就我未做痟特別啦，冇啊，特別人留咗時，人都笑個亂，人講笑時，我人特別都女就冇感覺，就講我真冷漠嘅咩？有本來特別冇啊，個就真歡喜啊，個女就真留咗。你 part of 女嘅成啊，冇愛插嘅事，每次做我覺得好笑。是咩？特別有陣時有陣時我感覺就講，切，有蝦米物件？你款，有陣時安尼款都真有。亂咗除所以掉。所以我嘅 friend 啊，我講啊。免看啦，有陣時啊，如啊，無反應嘅，我而家是我無反應嘅，我唔知做咩。亂咗除掉邊啲學嘅呢？邊咧嗰件事 Facebook 啊？誒，冇啊，我抗切你啊，知就冇 Facebook 個，康切尼是唔知啥喎，啊？你們別記啊！我未記啊。
我看到新聞，唔是啊，本唔是啊，我唔知多 internet 啊，安尼款隨了隨到嘅哦，แล้วรู้จักช่วยแล้ว我เดียวรู้จัก訂入ขี้ไหลกองเลย去，啊是嗰一陣冇，啊我嗰陣時看到，那是你 already 差唔多愛轉來做監督，哦頭一年那了喏是咧頭一年 gathering 呢還是金都對。是頭一道所以只渣啦所以你做監督啊是咧，哈我個 still 無參無問是講รู้冇來看本哈我無來本，我是看你 news 呀咯，看你即個 website 嘅位有 哈 post 你效應嘛，監哈督嘅效應啊，然後甚至哈珊瑚啊，咪多對係咪 switch 嘅位做嘅嘛對我記得，switch 是係咪水係對 Apple 還是咩鬼啊做嘅嘛嚇，對แล้วก็สั่งจะเจมิงเกียแล้วว่าจะก็เฮ้ยว่าจ้าใจว่าขี่ลักกี้ดรอวันนี้อันนี้เจโฮแล้วมิงเกียวเดี๋ยวไต้ว่าจะแอป邊有เปิลเลย人訂มา哈人訂哈แล้วว่าก็กินแล้วรู้สั่ง iPod จะเสีย iPod shuffle อ่าแล้วก็เอาสิเดอบันเนี่ยเดอขี่ไหลชามแล้วคงชิดนี้อ่ะสิอ๋อที่อัปเตอร์กิมตูแล้วว่าก็ชามเนี่ย哦อืม金อัปเตอร์都是自กิมตู空แล้วแกะกุย空辣係我唔知自空เด็ก空กี่แล้วหรอ辣還是空空切唔知是中新正自空空切就是咯，自空空辣空啦是我未記空切咯，但所以是聽了交加一集啊，是過來參加。嗯，你如果成對，講有無成講哎呀歹勢啊咪參人講嘅時候呢無我冇出聲咯，但是我都冇出聲，我感覺就冇笑，我咪點點。自空空切自空空切咯，京都So because 是空空切了，我捌รู้แล้ว我有問講，這個是安怎去錄音啊？係咪嘅嘛？係แล้ว poster that's why 對咯，after 這個咯，after 這個了，I think 哇交加第時啊，交加6月幾7月啊，我就 start 做 我就 start 你個記做我就 podcast 喎冇，我甲你講，一個 first episode 我起嘅是超話嘅，超話是我 first episode 起嘅，แล้ว陣時早起嘅，早起錄音，對早錄音嘅，所以嗰陣時แล้ว嗰陣時呢，我就是錄了，就 feel 就講不錯哦，這個物件會發揮到。I mean 講好啊，去發揮成日講做主持嘅之類咯，就所以我個做 podcast 嘅嘛，แล้ว我就ไม่รู้嘛，按怎做啊，係咪 format 啊，แล้ว唔是กับ我講啊，講咪去做還是佢新聞咧，少人做 podcast 做一隻股就是我暫時就係估，所以我甲你講啊，人唔รู้啲事嘅 podcast 啊，我 already 冇這個動力去做啊，你知道？你講啥物事咧？因為對，哎呀，我真係做得對，所以我做一站咧，未，我感覺就計線嘅，然後所以我就停去咯，咁咯。頭我諗兩 episode 你知道？頭一個啊，第一有日本老姨嘅，這是第二個啊，海南雞飯嘅，是咩？有海南雞飯嘅喎，應該是第二個。對，一是自空空切，一是第二個啊。然後我聽講，喂，我小魚啊，有，然後話佢你去撳摩蘭，入落去啊，入落去。新年過未過？我知道你講句話，我聽到你講句話。哦，抄我上面。我哋錯抄啊，干你媽雞巴，屌la媽老媽，點你這真係句來嘛？這是一句，你猜我太像個一句嘅聲。白嚕嚕哈？白嚕嚕咩？對。海南雞飯，我講海南雞飯啊，雞排湯，雞排落
哈，如果你拍戏唔聽話，這是哇，海南結會啫。冇啦，即係較老嘅聲，應該是。金毛，哇 ，OK，即係我嘅結婚是海南結會金毛魚，我日本佬伊個陣布地白嚕嚕阿拉伯族。阿拉伯族嚟。你冇 try 佢啊？只 can 唔係阿拉伯族。海南結婚聲唔正啊。白嚕嚕聲。哦，白嚕嚕。啱緊了，是不是？啱緊。阿媽都真係啱緊啊！很好嘢啦。叫我人啊，真冇咩聽到有啲聲。我冇咪講嘅，我就拍攝嘛。老伯伯。老字輩老伯伯。頭頭或者係拍攝啦，冇啦，阿妹係時間好。我隨佢啲哎呀 ，first episode 是叫人做光頭啊？即係94。嗱，這是日本佬語，這是日本佬語。那麼一聽，就話 episode 是的 episode 94，古 episode，這是你頭知道來啦。誒，抄我，這是 number 2，但係什麼落過較早是咪落過知道啊 ？Anyway，你不到當然早起啊嘛，所以諗下住。不知要聽你講特別咧，你會啦，你本來福建常有談參，我是會看會媒到，成日講，我平時唔係講我唔知你讀 graphic design 啊，你出來誒整形安怎啊，唔知個你爸母嘅關係啊，係咪嘅啦？我冇知，所以一堆嘢，我先揾機會看媒到你嘅看啲物件。平時咱講嘅物件，咱個少個講到啲物件，講到面是講到，咱非常。平時做這事，咱講咩物件？講食，冇啦，咱講嘅物件較濟是較馬路嘅物件，咱都冇去媒，咱都冇去媒其他無關係嘅事嘅嘛。你有啥？你感覺到你有進步，你想要載人，我都冇進步嘅咋，我想要來載人嘅。我本有安尼款本特別吼，我看無咪愛去媒啊，last time 嘛是有安尼款，馬路吼最近這幾年吼，我能不知道就不知道。你笨蛋去插，很多唔知係咪數知哦，我上家講。成日講啊，貴人啊無想起咯，我無咪愛去提載老啊啦，即是當時講，即是你老誒是成日款誒，你當佢佛法。嚇？即係我話老誒話你咩就老啊喂，免講白啦，講白嘅你頂到10幾20歲，點先少。成日講我未去載講啊人 last time 安怎啊，我都無愛去媒本無愛載本啊。啊，尾一項物件。before 咱走時，before 咱看大時，你微娃家己微娃就看啦，2026年微娃，你 future 不到，我要做到，還是我要做過，想要做物件，啥物件？哇！你係物件真想要做，我要做到，還是我要做過一個知道呢？係物件？我其實愛挑戰吼做 podcast。我愛做，特別我唔知，我有一個感覺就是講吼，哎呀，安尼濟物件你是做過了嘅啊吼，我再愛做吼是一個真正真線，那個不要緊，你做了吼，把你嘅 YouTube 啊、加 Facebook 啊，伊個迄個水法啊，真正你袂去達過伊到底愛甲你 promote 還是賣 promote 互你啊？你講，所以你有當時吼做咧吼，你感覺到了啦。哦，你搞做啊心靈講我係幫你這 effort 落去，特別冇咩人看到，啊啥物？對。特別你because last time 嘅 podcast 吼，咱無安尼一要求嘛，咱免去 edit 啊，咱免去翕啊，咱是安尼款講話嘅嘛，所以伊個成本吼，伊個花時間嘅成本無安尼長，你知道？嘛，如果吼，哇，如果愛寫字幕啊，如果特別有字幕啊，那如果特別有畫面啊。
你如果特賣別未咩？較你看邊水啊，邊咧學見做呢一年我都無字幕啊咪，我特別但係 maybe 人有幾廿百千嚟 subscriber 我話個兩千幾嚟啦，哦， that's why 特別我對我嚟講，我要做嘅要緊是我要可能有機會，只久無講福建話人聽講福建話。是，that's why 你有使命感嘛，แล้ว我就唔知講愛做下面有特別我使做咩是人哋命感嘅物 shock，人哋件，我教人拍曲我歡喜嘛，我爽嘛。แล้วรู้那是做嚟講，你感覺到你家己買就都好，你免插人看冇人看，你咪做。actually 我冇教你 share 咩？我聽到即係你每話做 podcast 時，我特別人每話做 podcast 頭一個要求係咩？頭一個要求就是講，人你要緊係是你愛做 podcast 特人咩做？你愛做有心愛做你做，是看你打很就估呢。你那是講，你愛做有心做嚟講，你特別在講，那是無人聽，你們愛做嘅迄個話題，迄個節目。你家真正去做，因為你是做是要賺錢，要人聽，為下面呢？即唔是講賣，伊個你特別甘願無人聽，即 episode 10人聽5人聽，你們甘願做，你該做個久。是咯。That's why 我唔รู้嗬，and because 你 already 經過頭前嘅物件，就 that means 講話，咱唔是頭一日做 podcast，所以你唔รู้嗬，你佫再愛重新做過一個 podcast 嗬，你就會 feel 到講無觀眾啊，แล้ว未賺錢啊，變做會較了點聲咯，這個是較現實嘅。這個啦。特別你是做是為要賺錢，要有真濟，你若是做無錢嘅物件，成個是本生理上話，那你是買做啊？唔係，我了正看無咩愛做啊，感覺就講會了正先啊，較實際一點點。你成日我 Facebook 啊，你款嗬，翕嘅物件嘅了啊，是會賺錢嘅嘛，所以盡量朝那個方向去啦。But of course，有想過本愛做 podcast，特別我感覺就講我誒精力嗬上加無這個力去做。maybe 本是想做物件本啊，你只做物件，你只無用嘅，你。如果做校友會秘書啊，咁要幾日啊，就開會遲到啦，แล้วก็จะ做 activity 啦，我個做象棋比賽啊，明啊，但係你真無用嘅，你只夠做只當做曬你。象棋比賽個講嘅咧，即係 AI 嘅，你做咧拼嘅咧，係啊。我 that day 又是12月嗬，安怎樣咧無用啊 ？because 一規個 production 嗬是我哋做，所以伊個 LED 誒加料嘅物件，加料嘅artwork 加料嗬是我家己一人做，然後就規條嘅物件，所以但係無用咯，就先嚟講啦。就是你只搞引人揾咯，你特別有興趣嘛？如果在調，是特人 maybe 有是咯，本是一個訓練啦，好咯，去訓練講安怎去做一個 production 啊，你看你看咯，但是講所以你有新嘅，冇啦，人愛做人應該做，人係 ring the bell 嗰條嘅 ring the link 嗰條嘅，係啦，講咧，咱咪是冇做。我想做，我有心想要做。咱就無心，因為我做是係咪數咋？我做唔是講有人聽，我有人有人問我，本就這邊學嘅人問，其實係實啲領導路整。我感覺做是講我在我點寫本上錄，可能我冇咪點寫。then 嗰另外一條我要做是因為我真歡喜，我同你講話留咗一潮啊！嗬，我真歡喜嘅。我做定 The Bell 嘛，想我架即個The Bell，我是平常時無落音，是我本身咧可能講啊笑個啦，笑個亂，所以我架錄本是想嘅，我感覺到人我真歡喜啊，落咗，所以我不報喜是 extra bonus 啊，可能看是 extra bonus。對我嚟講，我已經是歡喜嘅。其實我是有愛做。
ring the bell。ring the 铃啊是係咪啦？特別嗬，就是點聲要配合咯，要配合。try 下特別嗬 try ，actually 下特別 actually 我唔รู้啊，我 already tuition 啊教佢嘛，所以我是間啦我唔รู้ว่า有拜5拜6禮拜3日แล้วปังแก3日是 free 嘅แล้วโอเคแล้ว拜1拜2拜3拜4咧อันนี้關鍵日子我早起是有閒嘅，我是5點甲無閒嘅所以變做我 free 嘅點是 actually 是真係濟啊，無像個 last time 安尼款咧。等 try 下咯，所以變做係咯，所以你會使 try 看 ，maybe 是講愛阿妹啊是對啊，你會使是早起，我係早起，特別我係早起，你阿妹咯，你放工咯，安尼款本會，安尼款慢慢講當着你會拜6禮拜啊，或者是你拜6禮拜你無閒啊嘛，對。其實我唔是成日攞，我只夠做當做晒，即係證明嘅做。是啊，因為淡薄成日攞老啊，我本淡薄成日只驚講commitment就係啊，我只驚，所以咪特別唔要緊啊，人咪甲大家講，人會實到對係咪啦？有時就聽，無時就咩？冇啊，可能咪 consistent 啊，唔使咩？會使。係 consistent 係咩？免 consistent，咱愛熟就做嘛。咱 already 一個 season 去啊嘛，一個 season 了嘛，咱個就 new season 5集，了啊咯，成個 Netflix 啊你看 ，Netflix 嘅 season 有當時5集就了嘛。是啊，5集就一年一 season 呀，一年一 season。會使啊啦，一年攞嚟 season 咯。咱會使，特別我當今啊，我 feel 到當今，咱會使 post 喺 YouTube 嗰隻啊。就咱喺外人講話咧，可能就定住咱咪落過咯，會叫咱 video 是咱咪落過嘛。對啊。咱有 post 啊？有 post 啊。我未見到有 post。使啦，佢大家係暑假會聽叮的鈴叮的落整嘅，因為當今我 feel 到我可能我較搞咯。係啦，因為特擺本講嘅喎。係啦，我特擺本講我 feel 到搞嘅，特別個實講嘅時候個強。冇嘛 ，because 你係你 planet 是啦嘛，你都唔是講韓啦，係咩都講阿莫咧。冇講阿莫位。哦。我嗰時間你 from 嗰邊你報這隻雲啊哇！特別我唔是我有看 ，because of that 我成日看 interview 係咪㗎？我 understand 我明白嘅我看 interview podcast。That day 啊是啊，嗬，有一個白痴，一個網紅啊，嗬，一講每次啦嘛，即係嗬，我感覺講一隻好笑啊！你講嚇，我唔知講你是豬啊，我知，你講嘅是歪嚇。嚇，歪啊！真係好笑呢！咪是嘛，一條嘛老師啦。小白目咯，我不知道。特別一回事啊你，你看一回事你未講咩？我感覺你較後生咧，有可能。哦是啊。特別一齋，特別。嘛，即係安尼 legend 呢？特別無啊，無事啊。那好笑呢！你啲後妹啊時候，你甲人講安尼講呢，哦，其實我唔知你是豬。安尼白目之類的，我看到嘅時間好笑呢。我看到本真係。你應該叫是啦嘛，即嚟 interview 嘅嘛。冇啦，I mean 講 online 啦，係咪啊？唔係啦，我 feel 到。我 feel 到我咪有呢，直接訪問啲偶像，特別 Planet Shilamaji 有 podcast 在哦。哦是咩？嚇，你做了啊？冇，唔是我做，是蕭劍虎做。蕭劍虎 produce，伊是劇我because 我特禮拜 meet 嘅嘛，所以我特禮拜 meet 嘅時，我有落起來嘅時，我是有 highlight 曬講到下面物件時，我依度 edit 做一個啲 episode 你看。往meet 點鐘嘛，所以伊 edit 是 usually 係計20分鐘嘅，你看呢？特別以後了啊，貼嘅啦，加起來你看咯，因為是叫興趣嚟做，我是半段啦，我冇啦，是咯，我不 edit 我冇啦，是啊，特別伊有隻教 storytelling 隻教我當然，
哦，定當時佢講，哎呀，我唔知會咩，我講，畢竟你 try 看咯，你做你對嘅 mind post 呢，唔要緊，你冇唔是咯，做掉。你真係夠 encourage 人嘅嘛，都唔知咩？係啦，我做 podcast 係咪時都做啦，人家影你，唔要緊你，都真係夠 encourage 我人嘅嘛。影勤 call 啊，你 before 你做時都唔知嘅，你就做啦，做過你同我講，OK，我冇點先，係咪咩？係你我了解咋，你阿妹做時，你講正勤 call，我是冇，我 feel 到冇，冇夠點先講，係你有慣啦，講勤 call，你就做下底做嗰節。你個再講只5節10節，你個會感覺到講，你就需要做一點聲，就應做落勤考做。你冇做幾5節10節，你冇做嘅講應嘅是勤考嘅。誒，你 content creator 啊，接啊，你冇叫佢哋colin咩？依家是第成功了嘅，到時我suggest 嘛，suggest 嘛，我 interview 時，所以我但係我安排點先，就是講我每個都敲到對就1點時，講1點應該冇人啱，所以啦，對，because 伊3點鐘嘅。意思，你同我講啊，講1點鐘啊，當然已經講6點鐘啦，就衰呢。OK 啊，嗱我半段 edit 啊，我個半段 edit 啊，所以反正免 edit 啦 ，OK 咯，當然聽咕咕啦，微微話係你，後來你白頭嚇，上尾每係咪問題事啊？到底 comment 嚟事啊？我冇問掉嘅咩嘢，我覺得真係唔夠冇問掉嘅本嚟，所以我問掉都愛整嘅，成日話是我冇問掉嘅。咩梅啦？佢哋咩梅？你數字都對成日講。係啦OK， 感謝微微娃娃，大家啊，安尼一人聽過，安尼暗，安尼早，安尼暗，安尼早，安尼暗，啊個變早起18個人佢哋聽掉過，感謝大家支持，感謝微微娃娃嚟教人拍曲，寫你即係數字寫下你個數，感謝大家，禮拜等個再見過，報答俾聽微微娃娃，嚟邊咧學見到嘢，還是去看伊嘅節物件，你冇講 promote 就你即係。我係玩思維力咯，玩思維力是到啲 YouTube 嘅，啊不 Facebook 嘅嘛嚇。冇 Facebook 嘅會嘛嚇。Facebook 你，哎呀，這邊咧學緊嘅人咪知啊喂，條條。特別這新嘅人咧，當然 YouTube 看下新嘅人先教，所以人去看下玩思維力。我特別寫鄧蘭字，所以我冇表牌，唔知得牌，所以你 copy and paste 咯。你 Facebook 你叫啊啦 ，Facebook 當然叫啊。你有時話 Facebook 按咗除，我會除 lu 是按咗除，玩思維力啊。Food and travel 嘛 ，release food and travel。release food and travel。release， 我特別睇女喎，到啲 Facebook 啊，特別我物件咧都冇人看啊，即係啦 ，OK， 哎呀，出名咯，特別 AI 嘅時候，即係，啊，即係 cover 啊，係啦 AI 啦，唔想咯，咁樣我啫，嗱，即係就想，冇啦，即係是後生啊，是啦，2021。即係冇想呢邊，你即係叫白去年安尼款，特別這是呢邊係咩？係啊，真冇咩想呢邊。伊目鏡嘛是我有一個目鏡嘛。我猜特別呢邊真冇咩想啊路呢。因為我冇 subscribe 到路嘅喎。because 我平時嘅時候我冇安尼款笑嘅。哦，你冇佢就吹氣嘅，你冚起來。哎呦，死！等陣我 credit card 出嚟，等陣。係咪 exit 等陣等陣話你讓去看對迄個但係說有對啊，我 following 啊 subscribe 是好路嘅嚇。你錄 subscribers 本啊到這邊冇啊，冇 subscribe，免 subscriber 本會使，所以你是成個即係講成個食物件是係咪是人去邊看啦？但係你講你一條條，但係你講你春枣就是你定一條家庭是就一條阿龍講啦，一條嚇。OK，嗱，咱都會去看這，這是我 produce 看。這條，這條我用 GarageBand 嚟錄音呢，then 我 send 去 China 可以 production 到 China。
哦，啊，所以你寫起來成個一 draft 特別冇嚟看咧， copyright 嘅，冇 copyright 嘅。哦，冇 copyright because 係自己 original 嘅數，所以我才放咧。你都自己用你寫啦？冇啊，我人嘅校友會㗎了嘅 committee 嘅人，我直接嚟做嘅。特別啷個去 live 唔是？然後這個 band 是用 AI 做嘅咯，對掉夜歌。哦，然後叫一堆歌跳啦呢？啊，哪路？是咯。OK 啦，咪都做完你看你物件好佚佗咯。我知我嘛講阿真係我特擺個一樓好啊個。是啊，你話得慣。佢揀你大陸人講話咩物件，特別一制 AI，我嘛講，總之是伊到底伊個啊 ，Mitigreen 是伊看咧。即係讓特別有幫 YouTube 有攞嚟電視機就係 project 都到了一個接讓伊隻電視機頭前嘅，伊講即係我看嘅遊行嘅是你成個你花，你單人能花你遊叫咩啊？花車，你就嘛講我看這是成個是 AI 嘅，伊講，你自己個要看咋？伊講你冇去每，伊講去每樣嘅你 headness 咪講，這是唔是假嚇？你又講啊，這是 AI。你講嘢係人嚟變㗎，你想嚟講搞我咧咪得。我嘛明白，我嘛，但係我看到我嘛做戲嘅，但係我都看到。嚇！我嘛做戲，我嘛是大陸人勁時，你有時咪叫我攰嘅時間嚟看 ，because 我點我冚嘢啊你嚇，伊成日人勁，以前 video 時佢叫伊做個動物咖喱飯。我講外國仔哦。是啊，好了。你做啲拍麻雀，跟人拍麻雀咧，是跟人講外。我笑我講我哥，但我咪個夾嚟講，哇！你彈獎啊！好笑，你咪確定啦？我你放你看貴啊，錄音貴啊，放你看。嚇 ，OK。特別先知啊，是咱我哋放嘢嘛。OK，感謝大家支持，感謝大家錄音。哇，諗住我錄就等啦，我頭先我錄3集呢，我錄個講嚟等。感謝啊 ，Will 我是咱嘅邊啲學嘅支持者，甲咱嘅朋友，我嘅朋友，咱嘅一年啊8，2007前，就面是講咱8本有教19年啊，嘿，19年啊 ，Oh my God， 哇 ，OK， 感謝去支持啊，這個 Will 我嘅玩思維力，一起玩思維力是 Willie's Food and Travel。我幫到啲 chat 嚟攞去看啦 ，YouTube 啊 Facebook 咧就去支持啫。你一隻老做誒，你在搞字啊嘛？即係咪講？誒，頂到時你乜傳我去隻句叫頂到時，你唔知 food review blog 還是 blog 誒，唔是 video 誒？嚇 blog 誒，特別有翕過 video 嘛啦，去印度街，然後去對。我去安徽咯，加 Kelly 嘅嘛，對 Kelly 對，然後我去 Kelly 就食下你個得貴嘅是食伊嘅，對，私房菜啊，叮的鈴 please 話阿古靈子講，睇我應聲啦，OK 啦，我有出就出啦，冇出就冇出啦，感謝大家，謝快再見，拜，感謝爸媽姐身體安啊，感謝拜。頂一禮拜無看，必須裏邊啊，這邊嘅訂了就通看啦，這邊依靠訂啊訂看訂聽，แล้วก็訂就整就係條錄音時對通知了，拜。